我知道现在讲的你们可能都没听过，不同的诗文在不同的环境下就有不同的解读。是吗？这样啊？这么说的吗？对呀。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认真听讲啊。我们继续接着讲。你听听，反正这篇废文禁语，我姑这狗屁不通啊！就是这样教我的啊。吵什么吵呀？既然班女妇说了，曹大姑教的，那当然不会错了。只不过，班女妇，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孔夫子门徒3000，却只有贤者72人呢？这《论语》里不是学过吗？孔子的学生，观者5、6人，童子6、7人，这5、6、30，6、7、42，加起来不就72个吗？荒唐啊！荒唐！如此胡说八道之人，怎么也混到内学堂里来了？这太后娘娘，非也，非也。是这样的吗？班女妇，观者5、6人，童子6、7人，是夫子的学生曾皙的志向，这和夫子有什么关系啊？对呀，不知道，就是啊，我就这么说一说嘛。哦，对了，民间不都说皇上有3宫6院72嫔妃嘛？所以你看72这个数字啊，向来是很尊贵的，对不对？胡闹！简直是大放厥词！像你这种不学无术之人，简直就是有辱斯文！你这个胡说八道的女子，怎会是班家的嫡女呢？2位老人家，你们是哪儿来的？我们内学堂怎么教，由不得外人来管。再说了，治学之道有所不同见解，这并不稀奇啊。孟子还骂墨子是禽兽呢。我总不算是外人吧？这2位都是太学的老博士，天下治学之道，他们不懂的还真不多。班女妇，现在有好多人怀疑你名不符实，虽然我有心为你辩护，但是也不能太徇私枉法了。今天既然出了这档子事，我们就直接去太后娘娘面前说个清楚明白，你看如何？太后，老臣亲耳所闻，此女胡言乱语，肆意评论常诗《论语》，此乃大罪也。娘娘能够用此人为女妇，教授公主，徒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嫌呐！班叔，你怎么解释？启禀太后娘娘，臣女之前说过，各家各派治学之道本有不同，各有见解，也并不奇怪啊。太后，此女连7月流火是天气渐凉之意都不知道，何来各有见解之说呢？分明就是不学无术。徐博士，你这样说也太没道理了吧？南方跟北方都有流火星，难道他们的天气就一样的吗？行了行了，班叔年纪尚轻，治学未深，一时说错也是情有可原的。前儿个我大哥给我写的家书里，也是这样用7月流火的。哀家让他去内学堂，本来也是想给里面添点阴武之气。不过班叔，你的才学比起曹师傅来，真的是不及万一。你要好好修持自身，给他争气才是。臣女愚笨，有负太后所托。太后，臣冒死进言，依老臣之见，这位班叔定然不是曹大姑之侄，而是假冒之人。臣与班固曾在兰台为官，班家有一祖训，那就是班家子弟不得纳妾。而班固的妻子于19年前便已病逝，所以臣听到这女子只有16岁时，心中震撼莫名。太后，单从年岁上来看，此女子不可能是班固之女，肯定是假冒招摇撞骗之徒。太后娘娘，我真的是班家的女儿，是您让我当女妇的，您一定要相信我。那你把《中庸》背来给哀家听听。哼，心虚了吧？背不出来了吧？
就背，我才不是骗子呢。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羡乎矣，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终结。谓之下，中下乎天下之根本也。够了！你从实招来，你究竟是何人？冒名入宫，是有何事？太后，太后，臣还有事禀报。臣记得宫学魏少傅曾说过，此女在未入宫之前，曾经在西市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在入宫之后，多次去兰台去翻看地图和兵书图舆。依臣看来，她八成就是漠北部的奸细。你胡说八道！太后，那是误会。后来魏婴根本就没有再找过我麻烦了。太后，她既然冒名入宫，必然是心怀叵测。即便尚未偷得情报，但万一她在内学堂对公主们有任何不敬之举，那可是滔天大罪呀！太后，而且微臣听说，她入宫来第一日，便故意吓昏了文喜公主。什么？太后，您别着急，公主她没事儿，而且我也不是故意要吓晕她的。兰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太后，兰芝有负圣恩，经兰芝查实，班叔于入宫教学当日便吓晕了文喜公主，事后更逼迫公主发下毒誓保密。兰芝也是日前才得知此事，还请太后责罚。荒唐！你是怎么照顾文喜公主的？你早知此事，为何不向哀家禀报？太后，班叔本是您亲手提拔，又顶着曹大姑之职的名号入宫，兰芝追慕前嫌，岂敢轻易质疑？但前日得知此事，兰芝已派人到班氏扶风老家查证，这便是刚刚收到的飞鸽传书。这是扶风郡守的亲笔信，他查阅户籍，发现班固班大人膝下确实曾有一女，不过早在19年前，这位姑娘就已经夭折了。来人！将此女交与廷尉严加审问，再给哀家彻查负责女妇择选的黄门令。哀家倒要看看，是谁给了你这么天大的胆子，敢在哀家面前冒名顶替？太后，若是奸细，还应立刻处斩。我不是奸细，我不是奸细，我不是奸细！太后，其实我爹是班超，不是班固，这件事我有苦衷的。太后，请您相信我。你一会儿班超，一会儿班固，你到底要认几个人做爹啊？来人呢？还愣着干什么？喂，太后，太后娘娘，我这回说的全是真的。我敢拿老子、孔子、孟子、凳子、桌子、椅子一起发誓，我真的是班家的女儿。大哥，你不告诉太后娘娘也行，你帮我告诉南阳王，他跟我是好朋友，跟他说，让他给我想个办法。行了，南阳王早就回藩地了，你想见他，明年吧。大哥，我是冤枉的。昨天讲的课还真是山奥难懂，班叔入狱了。我也只是听说，不过太后娘娘震怒，亲自下旨把他打入大牢这件事确凿无疑。帮他假造关机入宫的黄门也已经招了，说是收了他的钱才这么干的。老魏，你不是说他有搬家的镯子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这样了？冒名顶替，又有搬家的信物，还敢发毒誓说自己是搬家的女儿。我明白了，班叔，
你倒是招还是不招？我招什么招？我就是班家嫡女，我不是奸细，更不是什么刺客。我爹班超可是大功臣，你要是把我打死了，我大哥不会饶了你的。住嘴！定远侯的名讳也是你随便攀污的吗？再给我打！喂！大人，板子断了，给我押回诏狱，明日再审。是你。要不是看在杨之玉琢的份上，我根本不会来这里。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谁的女儿？我爹是班定远，因为扶风班氏的族长说我娘不是汉人，不承认我的身份，我没法子，只能进宫来找证明我身份的东西。我说的都是实话，我确实是我姑姑的侄女儿。你果然是班勇的妹妹，你果然是外族人。哎，未央，你不能走，姐夫，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啊！再这样下去，我会被打死的。曹成曹大人已经从齐地返京述职，曹大姑也随子入京。如果你刚才说的都是实话的话，你大可不必担心你这条小命，她自会来救你。你是说我姑姑回来了？姐夫，救救我呀！姐夫，买点上好的伤药给他。姐夫，喂，完了，姑姑要回来了。她要是知道我在宫里闹成这个样子，她肯定不会喜欢我的。臣女参见太后娘娘。师傅，就是这个女子，不管怎么用刑，她都声称自己是班定远的女儿，弄得哀家很是头疼。你可是舒儿，舒儿，我是你的姑姑啊！姑姑，对不起，舒儿给您丢脸了。禀太后，班叔的确是班超之女无疑。快起来吧。谢太后。谢姑姑。你既是班定远之女，为何要冒着你伯父之女的名头入宫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臣女实在是想和姑姑一样当个女妇，可我父亲他刚去世，我还在服丧期间，所以就……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朝官员的丧期为36天，你如果据实以陈的话，难道哀家还不许你服完丧再入宫吗？臣女愚笨，可是我听别人说，为父母服丧至少要3个月。那是在民间，在朝廷里，除了少数大儒之外，大多数都是以36天为效期的。禀太后，此女失户失事，故教养无类，是臣妾之大错也。还请太后念在我班氏一门忠良的份上，对此女略减严惩，臣妾当铭记五内。
师父何出此言？既然是事出有因，那也是情有可原的。再说，他已经吃了不少苦头了。不过冒名顶替一事是事实，且他学识尚浅，不如师父你先将他带回去好好休养。等到有一天，他真的像师父您这样学富五车之时，再带他进宫来做女妇也不迟啊。多谢太后。还有啊，此事涉及甚广，如果被御史那边知道了，恐怕又会参奏说班叔你不为父守孝，有违纲纪，哀家会下旨让廷尉那边保守秘密。所以对外，你就还是班固的女儿吧。小心啊！没事，姑姑，真没事。来，是啊，慢点。怎么了？班女妇她不是冒牌的吗？对呀。哇，曹大姑好厉害啊！出了寿安宫就能坐马车。是太后娘娘尊师重道，整个宫里啊，也就曹大姑独有一份而已。公主，你不是说班叔是冒牌的吗？怎么曹大姑把他接走了呀？谁说班女妇是冒牌货了？班女妇武功那么好，为人又那么和气，哪像冒牌货了？我看啊，就是寇女妇和那几个老头子联合好了，来欺负我们班女妇。现在好了，曹大姑回来了，我看他们的脸往哪儿搁。不许胡说！寇女妇也是你随便议论的啊？她又不是什么好人，她还不是嫌咱们爹官小，把咱们安排到乙班去了吗？你呀，就别生气了。就算她是真的，可是母后已经让她出宫了呀。以后啊，内学堂没了她，你照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得不用顾伯父女儿的名义入宫。你胆子实在是太大了，收买黄门令，假造官籍，你知道这哪一条都是大罪呀！我也是着急，我想快点找到那本《西域记》。我爹说过，他在写批注的时候，把有我这个女儿的事情也写到里面去了。可你怎么就没有想到当初先来找我呢？你父亲去世之前给我写了一封书信，说他找到了你这颗遗珠。啊，我爹写过信给您啊，怪不得您在太后面前一看到我就知道我的名字，能够认出我来。不过，您既然是太后的师傅，又能证明我的身份，能不能跟扶风的老族长说一下，把我的名字记到族谱里去吧？我不是要分钱什么的，我只是想名正言顺的做我爹的女儿。看你这一惊一乍的样子，跟你爹还有你哥哥还真不一样呢。舒儿，姑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姑姑已经是出嫁女，虽然说有幸教过太后娘娘几日，但是在朝中并没有官职，也无石俸。就算是我真心想要帮你出头，扶风老家那边，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答应的。好了，你别再这么难过了，先起来。其实，入不入族谱真的并不是这么的重要。你今年都16了，再过2年18岁就得嫁人，到时候你入的便是夫家的族谱了。再说，你现在也是一样姓班呢。我现在就写信告诉你哥哥，说他的妹妹自己已经到京城来了，我相信他一定是又惊又喜。多谢姑姑，我现在可终于知道有亲人是什么滋味了。你父亲戎马一生，你娘更是个杀伐决断的奇女子。
没想到天意弄人，到你16岁还是孤身一人。姑姑，我爹写给你的那封信，你带在身上没有？竹简笨重，难以搬动，所以我阅读完之后，按照惯例把自己抹去，作为他用了。也没有了呀。姑姑，我真的想找到什么东西，能够证明我是我爹亲生的女儿，不是什么来路不明之人。傻孩子，有姑姑在这儿，不就是最好的证明了吗？你看，你的眼睛跟你父亲长得是一模一样，你那又聪明又爱胡闹的劲儿，其实啊也挺像你爹的。他从小也是不喜欢读书，就想投笔从戎，带兵作战，没想到最后还是成了真。姑姑，你再给我多讲一些我爹的故事好不好？好，但是姑姑更想听一听你在学堂里是怎么胡闹的。你告诉我，你只找一个嬷嬷才学了几天的宫规，你就进宫啦？而且在宫里头待了这么多日子，没有一个人察觉出来。对，你这火爆的脾气，我才不相信呢。真的，姑姑，我要装起来还是很淑女的。不过我已经很努力的在装了，只是有的时候有点累了，一不小心就露出一点马脚来，但是真的只有一点点。一点点。哎呀，送到这儿就行了，你就先安心养伤吧。啊，姑姑。等你的伤好利索了，姑姑再来看你啊。可是这些日子你千万别闲着，刚刚给你找的那几卷书，你得好好的读，那里头还有你爹的批评呢，可别再出什么7月流火那样的事儿，让别人笑话我们班家。知道了。这才叫听话。至于寇兰芝那边，你就不用想太多了。那位姑娘，她的文学上佳，但是心胸是狭窄了一点儿。可是她并没有害人之心，要不然太后娘娘也不会选她来掌管内学堂。我瞧呢，就是想把你这个不学无术的小捣蛋赶出宫，她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话又说回来了，你在宫里闹了这么多的事情，如果换成我是她，我也会非常不高兴的。知道了，姑姑。太后刚才在殿上没有明确的把你赶出宫，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所以你真的要好好的学，把那些疏漏的地方全都学好。过几天到了府上来，我亲自教你。我相信再过个1、2年，应该再没有人笑你不学无术了。姑姑。好啦，那我就回去了。这些日子你不可以到处乱走，要好好的学。佩环，替我好好监督你家姑娘。喂，要听话啊。佩环，送一下姑姑。她居然真的是班氏之女。太后娘娘亲召曹大姑过来相认，这还有假？寇女妇，依本座看，这件事情上你过于鲁莽了些。是。太后说了，她以后不想听见内学堂有人再议论此事。喂。还有，女妇您既然是未来的大将军夫人，那太学那边的博士还是少接触一些为妙，毕竟物艺惊人。您说是不是？是，明大人教训的是，不愤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错了，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3语法，不是不愤不发。不悱不发，举一隅。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3语法。班女妇，
你不在，好无聊哦。怎么连杨女夫上课的时候也走神了？心有余悸。怎么又是羊肉汤啊？我伤得这么重，得有野鸡汤补才行。明天换野鸡汤，多加点蘑菇。可是你昨天才说换羊汤的哟。哎呀，可是人家现在又想喝野鸡汤了，好不好啊？啊？好，我知道了。一见到他我就心悸胸脉，全家绯红。难道我真的得了心闭之症了？什么？姑姑生病了？不错，母亲毕竟年纪大了，这次随我从外地奔波回来，本来身体就不适，后来进了宫，见到妹妹后，又大喜大悲，当晚就发起热来，到现在是越来越不好了。都是我害的，曹大人，不，表哥，能让我进去瞧瞧姑姑吗？啊，表妹，不是我有意阻拦你，只是如今天气寒冷，昨天晚上我就遵了太医的嘱咐，将母亲连夜送到邙山上清观静养去了。班叔，我劝你也暂时不要去探望母亲，她如今整日昏睡不醒，需要静养。好，表哥，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命中带灾星啊？娘刚生下我就遇到流寇，爹刚好和我相认，就一病不起，现在连姑姑都要被我害死了。师傅，小心！杨女士老夫人被送走，就着急跑进来了。师傅他怎么了？小心啊！好了，姚师妹，你也不必太过忧虑。母亲走前还吩咐过，她不在京城，就由你来考教阿叔的功课。你一定要像阿轩当日督促你一样用心，绝不可懈怠。喂，阿娟谨遵师傅之命。什么？你得了不治之症？不会吧？真的，我已经查了医书，再三确认，我得的就是心闭之症。得了这种病，随时都有走的可能。那学堂之前有个老宫女，说着说着就……阿叔，真没想到，原来你是定远侯的女儿。我要是死了，你就成了师傅膝下唯一的弟子了。我没有家财，也没有父母，家里最值钱的就是那几万卷书了。等我死了以后，哎，打住！我们草原上倒是有人得过心闭病的，可说一句话都有半句在喘气，哪能像你这样还轻轻松松打倒一个将军呢？让我听听。哎呀，这又沉又稳的，哪像得病的样子啊？你去看过大夫没有啊？可是我已经查过医书了，我的心忽快忽慢，有时候喘得过气来，有时候又喘不过气来，而且我的脸红的非常发烫，不可能不是心闭之症的。可你现在一点事儿都没有啊！哎，你等等，师姐，你这些毛病是见到哪个人的时候都会犯，还是见到一个人的时候会犯呢？你怎么知道？我平时没事，只要一见到那个霍恒，我多半都会这样。霍恒，就是那个被你打晕的霍恒。怎么了，师姐？你相信我，你的病真的不严重。你呀，只要经常见那个霍恒，病很快就会好的。最好别老送鸡汤什么的，出去走走，转一转，很快就会好的。他真这么说的？是啊。不愧是曹大姑的侄女儿，上道。上道？不是，他不是让我带你出去走走吗？我就想
上哪道走走？不用了，他说我的病都是被你吓出来的。霍将军，我刚才看你教场上练枪法，你的伤明明就好了。既然如此，我以后能不能不要来了？肯定不行，我那是暴病，暴病坚持工作，你懂吗？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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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脚到现在还疼着呢。让我瞧瞧。帮我揉揉。哎，你干嘛？我看你伤到哪儿了？男女授受不亲。姚姑娘，你动不动就把我压在地上，脱我的鞋子，脱我的袜子，说不定还想动我的肉呢。你到底是何居心啊？疼！我还跟你喝过我的汤呢。授受讲的是拿东西，又不是脱袜子。再说了，书上还说了，扫逆原之以守者，全也，说的就是什么事都可以事出从权。你不是生病了吗？这么点的事儿，你都能讲出这么多道理来啊？姚娟，你读过多少书啊？到今天应该是4831本。诶，难道我说的不对吗？那你到底哪里疼？这儿疼。你给我揉揉。哎，别，往上点。哎，对。哎，就那儿。哎，使劲。哎，对，就那儿。然后可以践行。齐宣王、遇短桑、公孙丑。好了，背完了呀，全对。姑娘你可真厉害，这才没几天功夫，《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可以倒背如流了。那当然了，在草原上我又不是没学过这些，中书那时候也经常要我背这些的，只不过那天我太紧张了，一时没想起来嘛。那你再加把油，后面还有《礼记》《周易》和《春秋》呢。什么？还要背啊？当然了，这不是姑太太吩咐的吗？可是我已经很累了。哎呀，我不想闷在府里发霉了，我想出去走走，我想骑马。哎，对了，府里不是养着马吗？大哥都走了这么久，没人遛他们可不行。我现在去帮忙啊！不行，咱们府里的马有马夫看着，不需要您帮忙。再说了，曹大姑走的时候特别吩咐过我，说您最近要在家里闭门思过的，除了去曹府或者有姚女妇陪着您，您是不能随便出门的。我不是随便出门，我这次能够平安出狱，多亏了公学那个魏少夫帮我说话。哎，他就是刘勋姐姐的这个，你懂吧？我想去他们家致个谢。魏少夫孤男寡女的，不太好吧？什么孤男寡女的，在宫里面我都叫他姐夫的。再说了，人对我有救命之恩，可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去谢过他，这也太不符合我们搬家的作风了。那奴婢现在就去准备礼品。好。裴华，你真的不用陪我，要么你去车里等吧，我一会儿自个儿回府啊。咱们京城里的大家闺秀，出门哪有不带丫鬟的？魏少妇虽然是位侯爷，可是小心点总归是没错的。姑娘，咱们京城里的大家闺秀一般都是要扶着我们的。为什么？我腿早就好了，不瘸了。开门啊！开门！您是？麻烦小哥向贵府主人传句话，就说搬家女公子前来拜谢救命之恩。哦，我这就去通传。还什么女公子？说我名字不就得了？哎，姑娘，这是京城，不是塞外，哪有女孩子家随随便便就把名字告诉别的男人听的？那搬家要是有好几个姑娘呢？那人家哪知道是哪个姑娘来访啊？那就叫大女公子、二女公子呀。我们少爷说了，多谢贵府盛情，可这一切都是瞧在曹大姑的金面上的举手之劳。其实她与贵府女公子素不相识，所以这些东西也就不便收下了，还是请回吧。啊？什么？说跟我素不相识？明明跟我打过好几次架呢！魏婴，你给我出来！魏婴，你给我出来！魏婴，姑娘，魏少妇这么说也未必有恶意，毕竟姑娘和他男未婚女未嫁，这要是让闲人听了去，光是拿救命之恩这4个字做点文章，姑娘的清誉不就毁了吗？哼，你觉得那个刻薄的要死的男人会有那么好心吗？明明就是瞧不起我。哼，你们先回去吧，
我心情不好，到处走走。哎，姑娘，你不用担心，我自己认得路，也没哪个不长眼睛的流氓敢欺负我。姑娘，哎呀，姑娘，哎，有什么事好说啊？夜晚想开呀，你还那么年轻。一个寇兰芝，一个魏婴，都不是什么好人。人长得光鲜，话说得好听，可私底下办的事儿要多恶心有多恶心。啊，钟叔，记得你跟我讲，草原上的狼越漂亮越和气越狠。这回我相信了。有人要跳河了！阿秀！阿秀！没事吧？啊！我怎么还没死啊？姐，姐，你怎么样了？啊？没事，没事就好。班女妇，一定是你救了我姐姐，对不对？您真是天下无双的好师傅。好了好了，别多说了，赶紧扶你姐姐回去再说啊！走。来，哎呀！那个白将军居然敢在宫门口拦着阿秀，你爹不是兰台令史吗？他难道一点都不顾忌吗？我爹才是个600担的小官，可是那个老混蛋，他可是2000担的大官呢。当初他就是这样逼着我爹，非要让我姐姐过去给他当续弦。我爹虽然再三推拒，说他的儿子都比我们大，可是那个老混蛋根本就是蛮不讲理，把聘礼往我们家一扔就算完事儿了。混蛋色鬼，老不死的！哼！我爹之所以拼了命都要把我们送进宫里去上学，就是为了能让那个老混蛋看在我们好歹也是跟着公主贵女们一起上学的份上，他多少能收敛一点。半年前他跟着邓大将军一起出征，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可今天他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在宫门口做出这样的事情，还说什么7天之后就是吉日，要上门娶亲，那么多人都看着呢。可怜了我姐姐，心里早就有阿成哥了。姐姐，我现在就去杀了他。阿玲，你去吧，只要你走出这门，我立刻就咬舌自尽。姐姐，阿秀说的对，那个老混蛋是个将军，你一个小姑娘连我都打不赢呢，还想去杀了他？那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吧？反正我姐姐是绝对不会嫁给他的。我不嫁，我肯定不嫁。要是他强逼，我就立刻去寻死。班女妇，你不该救我的，反正早晚都是一死。胡说八道！什么叫早晚都是一个死啊？你脑子是豆腐做的呀？人家逼你，你就只有寻死一条路啊？我遇到的事儿，比你麻烦1000倍，比你难受10000倍，我都还没有去寻死呢，你着什么急啊？那师傅，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有什么怎么办呢？你姐姐不是有那个阿成哥吗？你们抓点紧，赶紧成亲，生米煮成熟饭。我就不相信那个老混蛋还敢强抢人妻啊！哎，对啊，姐姐，阿成哥现在在滨州做督邮，我们快马加鞭3天也就到了吧？到时候你们赶紧成亲，索性就住在那儿得了。我就不信了。姐姐，父亲从小教我们什么来着？女子之义，在于亲手自珍。天下女子，唯有经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才能缔结婚姻。如果要我银奔，我情愿立即悬梁。班女妇，有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阿秀敬您是师长，还请您起驾回府吧。你说什么呢？
班女父刚刚救了你的命，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哟，老爷，您回来了。啊，爹，阿孝，爹，是爹无能，才把你害成这样。我走了。爹。原来在中原，女人跟心爱的男人悄悄成婚，就叫做淫奔啊。可是为什么呢？两情相悦，不是挺好的事儿吗？整本毛诗里，一大半都在讲这个呀，关关雎鸠什么的。阿孝，我们斗不过他，这是命，你就认了吧。凭什么呀？就因为那个老混蛋有权有势，就要把我姐姐一辈子幸福给毁了吗？我不信，明天我就进宫找文喜公主去。文喜公主才14岁，她的话能管什么用啊？白将军可是邓大将军的得力干将啊！